近年嚟，香港人北上消費成風，深圳、廣州嘅餐飲品牌對我哋嚟講已經唔再陌生。然而，最近內地餐飲界掀起咗一場關於預製菜嘅巨大風波。西貝莜麵村、綠茶餐廳、喜家德水餃等知名連鎖品牌接連被爆出使用預製菜，甚至連主打服務同體驗嘅太二酸菜魚，亦都因為7分鐘上齊3道菜而被質疑失去咗現做嘅靈魂。喺呢場全民打假嘅浪潮中，一間原本同熱食預製菜冇乜關係嘅網紅雪糕品牌野人先生，亦都意外捲入咗輿論漩渦。呢間主打當天現做、單價高達38蚊人民幣嘅高端意式雪糕品牌，近期被指使用保質期長達半年嘅冷凍奶漿製作雪糕，消費者不禁要問：付出咗高端嘅價錢，食到嘅確係工業化嘅預製產品，呢樣嘢係咪涉及虛假宣傳？野人先生之所以可以喺競爭激烈嘅內地甜品市場迅速爆紅，核心賣點只有一個：新鮮。喺佢哋嘅門店入邊咧，最醒目嘅位置往往掛住當天現做、拒絕隔夜嘅標語。對於追求健康、講究食材嘅現代消費者嚟講，呢樣嘢無疑極具吸引力。然而，最近有消費者發現，所謂嘅現做其實係店員將一袋袋保質期長達6個月嘅冷凍奶漿倒入口機器，再攪拌擠出嚟。呢樣嘢瞬間引爆咗輿論。喺消費者嘅認知入邊，當天現做應該等同於使用咗新鮮嘅牛奶、新鮮嘅水果，現場混合、現場製作。結果發現原料係半年前就生產好嘅冷凍半成品。呢種心理落差直接轉化為對品牌嘅憤怒。面對質疑，品牌創辦人嘅回應頗為直接，亦都帶有幾分行業嘅無奈。佢表示喺現代連鎖餐飲嘅供應鏈下咧，唔可能真係拉頭牛到鋪頭現擠牛奶。佢解釋稱啦，呢啲冷凍奶漿咧係由巴氏殺菌後嘅鮮牛乳製成，調味嘅配料亦都係新鮮現切，最後通過機器極速凝凍而成。從食品工業嘅角度嚟睇，創辦人嘅話咧並非冇道理。巴氏殺菌同冷凍技術確實可以喺大規模商業化運作中保證食品安全同標準化，但係問題嘅關鍵唔在於技術，而在於預期、管理同性價比。當一杯雪糕賣大約42港元，呢個價錢喺內地已經屬於輕奢級別。消費者付出高價買嘅唔單止係口味，更加係對新鮮、手工、天然嘅溢價支付。如果核心原料同幾蚊雞嘅平價雪糕一樣都係工業冷凍半成品，咁呢個定價基礎就動搖咗。有網民直言，同樣係冷凍奶漿現打 DQ 只係賣20蚊，我點解要花42港元買呢個？呢場爭議本質上係品牌過度營銷現製概念同消費者對新鮮嘅樸素理解之間產生咗錯位。拋開爭議唔講，野人先生喺商業模式上嘅確有佢獨到之處。佢可以喺短短2年入邊由100間鋪擴張到近1000間，並豪言2025年再開1000間。呢種速度咧喺雪糕行業係非常罕見嘅。支撐呢種高速擴張嘅唔係傳統雪糕店嘅模式，而係內地非常成熟嘅新茶飲模式。創辦人亦都直言不諱，佢哋就係借鑑咗奶茶店嘅打法。傳統意式雪糕店往往依賴師傅嘅手藝，呢樣嘢好難複製。但野人先生咧採用自研專利設備，由總部統一配送，加盟商唔需要自己調試口味，亦都唔需要掌握複雜嘅工藝。機器一開，奶漿一倒，雪糕就出嚟。從選址評估到裝修落地，總部全程把控，將一間鋪嘅籌備週期壓縮到驚人嘅1個月。呢種交鎖匙式嘅加盟模式，極大地降低咗加盟商嘅技術門檻，令快速複製成為可能。值得注意嘅係，雖然擴張快，但佢哋對加盟商並非來者不拒。佢哋要求加盟商具備足夠嘅資金、實力同一致嘅運營理念。呢種寧缺毋濫嘅策略
喺一定程度上保證咗品牌喺快速擴張初期冇因為管理混亂而崩盤。呢種模式令野人先生迅速佔領咗市場，但亦都埋下咗隱患。當門店規模達到1000間級別，供應鏈嘅壓力、品控嘅難度將呈幾何級數增長。而家爆出嘅預製爭議，某程度上亦都係規模化同品質化之間矛盾嘅體現。喺香港，我哋常常講做生意要捉心理，喺呢一點上，野人先生確實係個高手。現代後生仔想食甜嘢又驚肥，野人先生緊緊捉住低脂、低糖、低熱量嘅宣傳口徑，甚至建設牧場，從源頭強調健康。呢樣嘢俾咗正在減肥或者注重健康嘅消費者一個完美嘅消費理由。我食嘅唔係高熱量嘅雪糕，而係健康嘅意識 Gelato。光健康仲未夠，仲要好玩。佢哋將五常大米、桂花酒釀融入雪糕，研發出奇異果、羽衣甘藍青、蘋果、山楂等新奇口味，並且採用每日限時供應嘅策略，製造蘇州過後冇艇搭嘅稀缺感。呢招對中意新鮮感嘅後生仔非常管用。喺包裝上仲使用粟米澱粉製作嘅可降解包裝杯，冬天拎住唔冰手，夏天拎住唔漏水。呢個設計甚至攞咗專利。仲有趣嘅係，因為材質特殊，呢個杯被好多消費者誤以為可以食，喺社交媒體上引發咗一波試食杯子嘅打卡熱潮，為品牌帶嚟咗巨大嘅免費流量。無論係借助電影熱度發布荔枝口味，定係推出自帶流量嘅青檸木姜子口味，都顯示出團隊對社交媒體話題嘅敏銳捕捉能力。再加上晚上9點後買一送一嘅策略，既清理咗當日嘅庫存，又吸引咗晚間客流。儘管擴張迅猛、營銷花巧，但野人先生面臨嘅挑戰遠比表面上嘅預製菜風波要嚴峻得多。呢啲問題係雪糕呢個品類與生俱來嘅硬傷。雪糕咧係典型嘅靠天食飯，夏天咧生意火爆，但係一到冬天啊，客流斷崖式下跌係必然嘅。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香港嘅糖水鋪冬天會賣熱湯圓、芝麻糊。野人先生目前雖然嘗試增加奶茶產品線嚟填補冬季空白，但呢樣嘢並唔足以支撐昂貴嘅房租同人工。相比之下，單一品類嘅抗風險能力太弱，將奶茶嘅模式套用喺雪糕上並唔完全適配。奶茶可以流水線作業，一杯接一杯封口，但意式雪糕講究現打現成，喺冷凍狀態下挖掘速度慢，顧客等待時間長。此外，原料損耗亦都係個大問題。優質奶源製成嘅奶漿成本高昂，如果係冷碗口味賣唔晒，到咗時間就必須報廢。呢個比茶飲店倒咗一桶茶湯嘅成本要高得多。喺內地，外賣係餐飲業嘅半壁江山，但雪糕做外賣非常之困難。為咗防止融化，必須額外加冰袋，用冷鏈包裝。呢樣嘢直接推高咗成本。而且一旦路途稍遠，送到客人手上稍為有啲溶，差評就隨之而嚟。呢個係一個食力唔討好嘅環節。目前野人先生正處於信任危機嘅風口浪尖，媒體嘅追捧正在退潮，消費者嘅審視變得嚴苛。創辦人雖然解釋咗冷凍奶漿嘅營養價值同周轉速度，但喺情緒大於事實嘅輿論場中，單純嘅技術解釋顯得蒼白無力。對比行業內嘅正面案例，我哋或者可以見到一啲出路。喜茶當年由強調真奶真茶，到部分使用冷凍果漿嗰陣亦都遭遇過類似質疑。但喜茶嘅做法係透明化，佢哋開設明廚亮灶，令消費者親眼見到原料處理過程，甚至喺點單小程式上設置原料溯源嘅連結。當消費者見到供應鏈上游嘅品質把控係公開透明嘅，信任感自然會慢慢回歸。為咗追求解決季節性問題， DQ 將產品線延伸到咗熱食，賣起咗美式漢堡同炸物，甚至仲有標誌性嘅暴風雪倒杯唔灑營銷。Häagen-Dazs 則主攻禮品市場，將雪糕做成月餅、麻雀等造型，
喺春節、中秋等節點搶佔送禮市場。國外品牌 Baskin Robbins 喺感恩節推出火雞造型嘅雪糕蛋糕，利用節日熱度打破季節限制，令食雪糕變成一種節日儀式。野人先生嘅遭遇係內地餐飲行業追求極致效率同標準化過程中嘅一個縮影。呢場風波過後，野人先生係會成為下一個行業巨頭，定係曇花一現嘅網紅，就睇佢哋能唔能夠喺速度同品質、營銷同誠信之間揾到真正嘅平衡點啦。